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8月28，弥迦书7章8节安尼讲：我的对敌啊，免为着我的遭遇欢喜。我虽然跌倒，嘛会阁起来。我坐伫黑暗中，上主做我的光。三甲来祈祷，阮坐伫黑暗中，你要做阮的光的天父。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全能的上帝，荣耀的君王，疼痛的天父，活命的主宰。主啊，你是阮的拯救，是阮的光，是阮伫黑暗中的倚靠甲帮赞。主啊，阮要来敬拜你，也要来学习你至圣的名，因为你的慈爱永无改变，你的信实直到万代。主啊，虽然外在环境充满试炼，虽然伫人来看，阮济济的苦境，有时也有人的讥笑，总是阮的主啊，阮犹原要专心倚靠你来宣告。阮的对敌啊，免为着阮的遭遇来欢喜。阮虽然跌倒，嘛会阁起来。阮坐伫黑暗中，上主做阮的光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